高太，我又嚟請教你啦。而家啲瓷磚顏色多，花樣多，但係客人就好頭痛，唔知點樣揀漱口劑，怕顏色唔襯，又怕會發黑，好難睇。你不如介紹一下瓷磚漱口劑點揀好？好啊，瓷磚填縫劑又會叫做漱口粉、漱口劑、美縫劑、填縫彩砂等等。揀瓷磚填縫劑，襯色好重要，但係耐用防霉更加重要。市面上有邊幾種瓷磚填縫劑可以揀呢？我會推介兩大類市面上瓷磚填縫劑：抗水防霉水泥基漱口粉，適合一般用途；而環氧樹脂反應型漱口劑就耐高低溫防水防霉抗酸鹼，性能更加好。揀顏色有乜貼士啊？要襯色嘅話咧，就揀同色或者偏淺色咁樣先會自然嘅。歐洲嘅牌子漱口粉顏色較柔和，色澤均勻穩定。例如意大利馬貝 Ultra Color Plus 防霉水泥基漱口粉就有40隻顏色俾你任揀。另外，瑞士防水公司西卡出品嘅漱口粉顏色鮮豔，好適合文青瓷磚。環氧樹脂反應型漱口劑又有乜特別嘅地方啊？環氧樹脂漱口劑係雙組份 A 加 B 混合使用，通常用於衛生要求高嘅場地，例如食品工廠或者酒店。依家開始好多住家都用。市面上有兩種包裝，一係雙管裝，用膠槍注射，兩個管分別裝住環氧樹脂同埋固化劑，通過膠槍擠壓，令到兩種材料混合均勻之後使用。通常叫呢種做美縫劑，另一種通常會叫環氧彩砂，以環氧樹脂為主要原料，添加彩色石英砂等填料製成。彩色石英砂有豐富嘅顏色同獨特嘅質感，環氧彩砂都係以兩桶 A 加 B 包裝，再混合攪拌，用刮板或者專用嘅美縫工具填入縫窟，壓實刮平，固化之後進行清理。咁呢兩種方式嘅做法有乜嘢需要特別注意？環氧樹脂漱口劑都係水性產品，所以用清水清潔就可以。如果清洗完都仲係有即洗唔甩，咁廠家亦都有提供環氧樹脂嘅清潔劑，24小時之內用，噴完等5至10分鐘再清理就 OK。收到。咁揀瓷磚漱口劑，除咗顏色同物料性質之外，仲需要注意咩嘢呢？最重要就係縫隙嘅闊度，一般漱口劑用於2到10毫米嘅縫隙，個別產品可以做1毫米啦。縫隙太窄嘅話，物料根本填唔入，好快甩。最後再提醒大家，揀瓷磚漱口劑要記住3點：第一，顏色及質感達到理想嘅美觀效果；第二，選擇適合嘅物料，例如抗菌防水耐酸鹼；第三就係適合瓷磚縫隙闊度嘅漱口劑。多謝高太講咗咁多有用嘅資料俾我聽，好有用。揾高見，一站式防水維修物料就係咁簡單。